路加福音第13章，拄迄个时，有几若个人来对耶稣讲起彼拉多杀死伫祭坛献祭的加利利人的代志。耶稣应讲：因为遮的加利利人受即款的灾难，恁就想讲因比其他加利利人有犯较重的罪是无？我甲恁讲，毋是。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。咸菜恁嘛想讲，西罗亚的塔倒落去的时，互伊缀死迄18个人，比住伫耶路撒冷拢总的人有犯较重的罪。我甲恁讲，毋是。恁若无悔改，拢会亲像因安尼灭亡。后来耶稣甲因讲即个譬喻，伊讲：有一个人伫伊的葡萄园种一丛无花果树，伊来迄丛树找果子，毋久看拢无。伊就对顾园的人讲：你看，我连续3年来即丛无花果树遮找果子，找拢无。甲伊撮起来，哪着留伫顶所在？迄个顾园的人应讲：主人啊，搁甲伊留1年，我来掘四边的土，搁落肥，明年若有结果子就好，若无，则甲伊撮起来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伫一个会堂内得教世人。有一个妇人人，互邪神附身，破病18年，身躯弯翘，寸袂直。耶稣一日看到，就叫伊来，甲伊讲：妇人人，你的病已经好啦。耶稣用双手甲伊看，伊的身躯随时寸直，就归荣光互上帝。不过会堂的主管，因为耶稣伫安息日甲人医病，就真生气，对众人讲：咱有6日通做工，要医病，就伫这中间来医，毋应该伫安息日。主应讲：假好的人，恁逐个人减无伫安息日对牛条偷牛，还是驴，空去啉水。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已经受撒旦束缚18年久。伫安息日甲伊偷放，减毋应该。耶稣讲这话时，伊对敌拢感觉见笑。所有的群众因为伊所做一切奇妙的代志，拢真欢喜。耶稣讲：上帝国亲像什么？我着用什么来比拼？上帝国亲像一粒芥菜籽，有人摕去压伫家己的园里，芥菜渐渐大长，成做树。空中的鸟仔嘛伫树枝做寿。耶稣佫讲：我要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？上帝国亲像酵母，有一个妇人人摕去淋伫3斗面粉做火锹，最后规个拢发起来。耶稣经过城市甲庄脚去耶路撒冷，沿路教世人。有人问伊讲：主啊，为得着救的人真少，是无？耶稣甲因讲：就尽力对话的门入去。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想要入去，也袂当入。主人起来关门了后，恁才徛伫门外，拍门讲：主啊，甲阮开！伊会应讲：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。迄时，恁会讲：我毋捌甲你做伙啉食，你嘛捌伫阮的街路教示。毋过，伊会讲：我甲恁讲，我毋知恁是倒位来的人。恁遮的做歹的人，拢离开我。恁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甲一切的先知伫上帝国的内面，家己却受赶出去外面。迄时恁会伫遐啼哭，家家切齿。人会对东西南北来，
伫上帝国坐倒参加宴会，安尼上路马的为做第一，第一个为做上路马。拄迄个时，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，我来甲耶稣讲：你着离开这去别个所在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甲因讲：恁去甲迄只狐狸讲，你看，今仔日、明仔日，我赶鬼、医病，第三日完成我的工作。虽然是安尼，今仔日、明仔日甲后日，我一定着继续行我的路，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，互人杀死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你杀死先知，搁用石头钉死上帝找来你遮的使者。我偌侪遍爱要自集你的囝儿，亲像鸡母自集鸡仔囝，甲因压伫10个月，恁拢无爱。恁看，恁的厝未荒废，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绝对看袂到我。直到恁讲，奉主的名来迄位，应该得到称赞。